看看。主张法术，实质也是从3处着手，来阐述如何成就大秦霸业。公子喜欢吗？那咱们来找个地儿吃去。好，走，慢点，而景帝久战民贫，尚不具备即刻一统天下。手伸出来，增强国力。这二者孰有权？受国义公义法，用兵可伤众，取其地可广于道义上。你看这里是不是很热闹？发出，一定发出！他们好有趣，将树上的鸟每日从天明吵到天黑，下一日再来接着吵。村里的人就像流水一样，得志了就出去做事，不得志就留在这里，你看继续掐他的手腿。那老伯是得志的还是不得志的？那公子既然在这里遇见老伯，可见老伯是不得志的。老伯大器晚成，大器还晚成，哈哈哈！那老伯就借公子吉言啊，你看老伯叛得志，投了叛败了，眼下有个机会，不过要看公子可不肯帮老伯了。你是来投诉的吧？那你想好了没有？是要公函还是法术啊？没有。公子若是投注于公函，那老伯就有可能得志。鄙人看来，哎，怎么了？这米都坏了，今儿不吃了。不知内情，那是前任议程韩武为了盗窃我们公子的财物，烧了我们公子住的房间。赵义成来的正好，我们公子与夫人的房间被大火烧了。那个韩武跑路，无人问津，只好在我们奴婢的房间里将就了几夜。既然赵义成老爷到任，还望安顿一个像样的住处。大胆！你们取暖烧火点着了驿馆的房子，本官还没追究你们的纵火之责，你倒反咬一口，说我前任议程怎么着？偷盗？这个都说你们秦人是虎狼之邦，秦人是虎狼之姓，没想到这个小小的妇人也如此蛮横无理。那好，那你把前任议程找回来，我们当面对质。你想当面对质？自己找去，本老爷我公务在身，懒得理你。哼，这些个秦国人肆无忌惮，毫无礼仪啊！拿咱们燕国的驿馆当自己的天下了，不行，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要不然，他会小瞧了本议程。放心吧，老爷。哎，好气派一仗啊！让开，让开！可没想到，这可是义后的车马。哎呀，哎，快点让开，让开！来看看让开！怎么回事？走开！快起来！快点起来，听见没有？快走开！怎么回事？这老头打了仗。老伯，以后风雪天走路当心点。这位夫人心肠真好，估计是义后的侍女。夫人，义后的故人从秦国来的继承已经多日，现作为质子困顿在驿都留下。你不再是人儿，你只是大秦的太后。抱歉，子歇帮不了太后，子歇去意已定，望太后不要留我。我今生披彩衣，我见繁华如许，我驾驭山河千山万骑，我却追忆海底，想过无才无期，相遇梦相许，想任你劫夺红尘之欲，永生
侯兵马退去，你倒会上下串联，要挟君王。如此无德无才无耻无能之人，你还敢立于朝堂吗？殿前武士，在，把他给朕逐出朝堂。是。慢。太后指臣无能，臣也不敢再居相位，就此请辞。至于驱逐，臣自会自己离开，不用烦劳武士。但太后如此轻刻慢事，羞辱臣功，今日甘冒离开，不知来日这宣示殿上还有何人可以立于此？干相不能走啊！干相不能走啊！微臣请太后三思。臣请太后三思啊！太后，干相乃大秦3代老臣，于江山社稷，功不可没。你想要朕留他？是。他逼朕交权，退回内宫。若是权宜之计，万事皆可商量。没得商量。初离子说，甘茂是3代老臣，可朕看他是朝廷的3代庸居。你怎么在这儿磨叽？后院还有活要干呢。是。王后，奴婢刚刚得知，芈月让人去书库取了《山海经》。《山海经》，还有墨子和庄子。芈月做事向来胸有定见。快，去把宫中这些书都搬到大殿来。今日和氏璧在芈月处，那些人也正好闲着，让他们都找找，看看这书里哪一处和这匣子靠得上。是。月儿，喝点水。这都看了几日了，饭也没好好吃，觉也没好好睡的。这块玉真是害人不浅。姑姑，八子说了，最重要的是找出那只怪兽的出处。这匣子上4面都有只猛虎，每只猛虎都有9个脑袋，这一定有点什么意思在里面。有了，这只神兽是开明兽。什么？我念给你们听听，《山海经·海内西经》里是这么说的：开明兽，昆仑南渊深300仞，开明兽身大类虎而9首，皆人面，东向立昆仑上，9个脑袋的老虎，一定是它，9个脑袋的老虎，开明兽。老人说，这昆仑天界有9道门，这开明兽是给天界守门的。对，庄子在大宗师里称他为奸物。既然他是为天界守门的，那让做工精巧，白璧无瑕，在我秦宫里也很难找出同样品格的好玉。你是如何确定它是假的？就因为他过于白璧无瑕。大王，臣妾刚刚提到过，卞和曾抱着璞玉在楚山下痛哭了3日3夜，和氏璧上沾满了他的血泪。此玉有灵性，卞和的血泪即刻浸入玉中。尽管后来楚文王曾让玉工们剖开宝玉细心打磨，但碧玉里仍留下了几处血丝。屈子曾在朝阳家欣赏过这块宝玉，说那发丝般的血迹一般人很难发现，但放在光亮之处却尤为明显。如此说来，果真不是和氏璧。是谁这样处心积虑？和氏璧本是独一无二的珍宝，岂容混淆？那人这么做，一定不仅仅是为了谋利。瞧你这孩子，有话不会慢慢说吗？
这身子还那么虚，就劳心劳肺的。来来来，赶紧躺下。这趟水越来越浑了。八子真是命大，这若是换了旁人，早就呜呼哀哉了。妹妹别太伤心了，调养段时间，身子会好的。是啊，等八子养好了，照样是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我哪里是在为自己的容貌叹息？做掌上明珠，锦衣玉食，指望有一日你能嫁个好夫君。你倒好，自甘堕落，自入沟渠，真是气死我了。魏后错怪舒姐姐了。那秦王有情有义，那日舒姐姐出宫碰上越人行凶，若不是秦王拔剑相助，就几乎丢了性命。姐姐对他也只是倾慕而已，并无苟且之事。芈月，你给我放规矩点。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就猴急着跳了出来。舒儿向来循规蹈矩，对我的话言听计从。这事儿要没有你这个贱人在中间作怪，他绝不会一意孤行，误入歧途。母后明察，此事与月妹妹并无干系。我心里明镜似的。芈月年纪虽小，但她卑劣龌龊，寡廉鲜耻，不是她的挑唆，你怎敢与秦王私定终身？母后该知道，秦王已向大王请婚联姻，要迎娶舒儿，也得到了大王的首肯。你不要一厢情愿，大王答应的只是把那个丑厨娘嫁给秦王，绝非是你。何况我也听说那秦王得知丑厨娘的真相，已仓皇离开郢都。秦王是向嫡公主敏淑求婚，大王用厨娘顶包，此举非君子所为。君无戏言。既然大王答应要将嫡公主嫁与秦王，就应该兑现诺言。既然秦王承诺要娶嫡公主，他就一定会回郢都的。你给我闭嘴！舒儿，你何苦执迷不悟？秦王官夫伶仃，若拿他与赵侯雍相比，无论相貌人品，那是天地之别。那赵侯雍也是失了先王后的，伶仃官夫能差多远？好个芈月，你竟敢当众顶撞我！从你投胎出世就是我的克星，我一向对你宽宏大量，你却恩将仇报，这次我定饶。